新闻要来关心环保的消息，为了响应环保，今日开始，若是咱的乡亲到麦当劳去消费，柜台都袂主动提供塑胶束讲啊。业者特别呢设计一款呢这个杯仔挂，和消费者会使直接就啉，来看消费者的反应。用束讲啉饮料，即马要改啊！麦当劳推出新的杯仔挂，直接啉。饮料好喽，那你直接喝一起就蛮好。 这冷的饮料杯仔罐，甲小的饮料真共款，会当直接安尼啉。只不过这杯仔内边角咧，若啉伤紧，不时还佫会开掉咧。有人感觉也没关系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环保，可以减少一些塑料的耗材。有点不习惯啊，不过应该很快就会习惯，因为跟咖啡杯是一样的概念。对，因为环保比较重要。 台湾麦当劳推动冷的饮料直接啉，台北市75间餐厅4月22日开始停止供应塑胶束讲，6月底进前全台397间全面停用，估计整体塑胶用量减少16%，这嘛宣告塑胶束讲7月正式加入历史。麦当劳推出新做法。 搁再加上环保署7月份要实施的限塑政策，公部门学校、百货、甲购物中心、连锁素食店等等超过8000间的业者，今年7月开始袂使提供消费者塑胶束讲，消费者的使用习惯真正爱改变。